来到 Go Go 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最近那个登革热的疫情全国延烧，消灭病媒蚊变成是全民运动，真的也好恐怖哦。不过呢，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啊，其实现在各国在防治登革热上都面临了重大考验了。所以要防治登革热，最重要就是环境清洁，还有清除病媒蚊了。而说到了蚊子，你知道蚊子怎么说吗？蚊子就叫做 蚊就是蚊子了。那到底登革热有哪些症状呢？症状一定要注意哦。如果出现啦，像是头痛啦，或者是肌肉痛啦，或者是皮肤瘙痒、发烧，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做快速筛检哦。你刚刚说到发烧，发烧怎么说啊？叫做发烧。没错。那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决都在容器里头了。那所以呢，要消除病媒蚊，一定要注意容器的清洁哦。像是花盆啦、地下室有积水都不可以的。还有啊，最重要的是痛也要清洁干净。对，痛就是痛死了。那我们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哦，如果发烧的话，要赶快看医生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：有发烧爱家家本身上看，有发烧爱家家本身上看。今天 Go Go 公好发，赶紧带大家好好防治病媒蚊，很重要哦，清扫环境去喽。鼓掌！敏华你来了。对啊，在整理花圃啊。是啊。小心！鼓掌！现在登革热很严重哦，痛里面最好不要有积水。好，我会把剩下水倒掉。对啊，我帮你。好，谢谢哦。鼓掌！现在登革热很严重，要防治登革热要注意蚊呢。所以像这样的容器用完，记得要把水清空哦。好，我会把剩下的水倒掉。鼓掌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不过你要注意哦，如果有头痛、发舌或是肌肉酸痛的话，这些都是登革热的症状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走了，好，拜拜。敏华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啊，几乎是全国都在消灭病媒蚊，一定要防治登革热哦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的客家话吧。好，蚊子怎么说呢？蚊内。那筒子呢？叫做痛那如果说发烧，真要注意哦，发烧叫做发烧要说的是发烧。那再度的提醒大家，有发烧要赶快看医生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有发烧爱家家本身上看，有发烧爱家家本身上看。今天 Go Go 公好发带大家赶紧防治登革热哦，拜拜。